係國保級保育那個太前部嘅。哦。因為我知道人體嘅 GPS 做乜嘅按跳嘛，你下時態才進步，三邊改變，做乜嘅愛按跳，要動到科技啊，科技嘅東西啊。手機都在用，係咪？係啊，唔是按跳啦。那佢按嚟做吼，難免一定會有一天會跌倒，會跌倒，會潛到路出去。冇要緊，潛到路就會看到東海嘅風景。係啊，其實因為一開始就講吼，我訓練其實我有錢，阿維倫啊。用翻以訓練，其實學藝設計一開始，我真係看無馬式嘅 Google Map，還有加講嘅導航啊，用你就講，其實有上時做唔好向上先見啲嘛，有上時要照睇，各位嗬，可能聽落去，佢可能做同樣嘅扁順天天，你做撈跌上跌下，撈一太片張做嘅多幾片，佢做咩扁順，你下張跌上跌下，反而抽3張多幾片，到後來有上時去有啲國家，其實佢用唔得，比如講像韓國佢有自家嘅自己的導航，係冇唔錯，你喺 Google Map 吧，佢做你用打開來，唔講你喺前度。你做你用看你天天。看聽落去，佢唔會有路線，冇路線。古上嚟嘅用時啊，就係去嘅韓國訓練出來嘅。你夾嘅 Google Map 打開來，佢只有講點。嘅講點呢，你就講，你做 setting 一張相對嘅位置啊，嗬。比如講我去，跟那張位數，看到圖嘅嗰對嘅，你就看你夾嘅講點，佢就會看照片啊、U 片，就睇你夾嘅講點行。哦。你做得行路嘅片。都等一下。那就要按你訓練出來。裡面今年有一版呢，係我喺 TP 設計13年抽鼻樣機哦，係唔係動態？怎麼咁講？我喺鼻樣機，我就設計抽鼻樣機去上海去愛欣賞。跟以為公司我到上海時陣，佢喺啲做事，佢喺度結束。嗰時候佢就講，跟你就先聽說你設一間較好食嘅傳統。等下記到嚇嘛㗎？你被上位是啦，唔會收開動態。你喺你冇識到？係啊。哦好，嚇你擺單唔去，跟住我成日就講，好。交給我，我都有痴心啊！如果唔可能，我前頭一件層啊，給他評價，然後又等一下嘅媳婦啊，嘅飯嘅，韓國呢，全呢，做啲行路主導咧。故事我就13年，土地愛欣賞嘅台灣，還有佢動路嘅同事，全部帶路給來了。動態呢？係，有痴心啊！等一下咋？帶路給來了，全部都啲喺度，個停停，然後就看定啊，健康啊，哈，後來。你咪行到一隻按摩洗所謂素材，奇怪，唔講嚟就說，可能上海人較做水毛，係故說呢，佢天賦無開，冇要緊，繼續行，次行，哈，結果死路一條，係別人騙人帶素材，闖善闖民宅了，阿妹我用個啥，佢條話就講啊。阿自己真係懂會帶路呢，真係懂會認路呢。我就講，我真係我看到就啲呀，韓國又咪係我有批到嘅烤肉嘅米絲，就啲時候，佢就冇相信我，就搶咗我數據，結果佢就看路真係就啲順豐隔壁嘅太流地背度，係咪？佢應該唔係做嘅太帶路嘅，佢應該喺啲那片做些太下啲麼？機場。哦。喺個看到阿自己頭都壓順豐，你身班就要搞出來。你在做米格魯當操啊？我以前做記者嘅時間，就國家有愛去市政府單位去採訪啊。韓國也就市政府單位都係貴東嘅行政中心係太熱。長得強樣。係，佢搶啊！有分咗北東，有南東，有前門、後門嗬。嗰時候有個時間，我就會聽講係我都帶隊內來嘅，有一班係帶啲實習生啊，我就帶啲而叫下去採訪，採訪睇呢，我去到1六嘅時間，我就會吃鹽嘅向右手偏下，結果呢，一實習妹妹就走過來，我說君龍姐是這邊哦，就君龍姐，對，然後我攝影搭檔就很無奈，見油頭，已經習慣了。因為係呢，因為從愛設計，我本身就老實講，我係冇乜方向感嘛。不過呢，從愛設計冇方向感嘅話，愛設計就會特別去注意出發嘅時間。比如講，我今年我去到嘅片，我會預防，我會沖走啊，係嘛㗎？嗰時候我就會提早動到出門，我會先做功課，我會先前一天，我會先看講嘅路線，我有辦法。前一行一邊，長沙有片。冇啦，我會先看一下路線啦。係嗰時候我就會提早動到，可能出門。我那係有啲時動順時發，你就會動作就都會先錯嘅。我用個啥呢？
有陣時我可能就會去敷圈昂啊，係咪解？疲勞散發一下。疲勞散發，係可能用手機啊，用眼平板啊，做事啊。結果慢走咧，真嘅。冇啦，係講我發現到有段時間雖然講誒你冇方向感嘅人啊，可能你會提早較多出門，會比別人花較多時間。唔過呢，我發現一件事情，就係有方向感嘅人咧，時間觀念會較好哦。你係冇方向感，你講啥嘅？冇方向感嘅人，時間觀念合。重來啦！重來，誰跟你重來？衝這位。冇方向，我嘅時行茶未會重來啦。用3年就重來。明白嘢？冇方向感嘅人，連頭拿地圖，連自己嘅頭拿地圖，咩冇方向感嘅。你猜到嘅啦。你咪有冇方向感嘅時間，就像剛剛軍容就講啊，佢細嚟真嘅冇方向感，佢會係咪想去頂嘅？但係試下當頂一下嘅泰國，佢啊就係自頂路一下係考試機係冇。哎，我講較好談，佢自路就講向北、向南、向東、向西咩？有一擺你去山檔食飯。佢就個自路講，哦，你邊向北，啊，你邊向南，啊，向北、向北、向北、向南、向南，他就想講，到底那係北，那係南係嘛？係啊，結果係怎地？上山，上家，係向北，夾嘅上家係向北，下家係向南。哦，啲同時做喺左片右片嘅意思係嘛？哦，夾佢可能我啲，佢可能係夾嘅梯度會按看嘅。上山就向北，下山向南，應該係按樣型。我有一擺啊，騎奧多擺，愛去當海站，啊，該我就當海站哦。頂西大海，當海站，啊，該我就騎啲我嘅奧多擺啊，去我都係企喺旁邊當奇怪。唔記得又係機人茶，哎呦，吃行茶。唔係哎呦超好咧，都有一擺就愛白日用火爐嘅西紅嘅，愛吃鮮啊，當然吃鮮，因為也係我嘅我的地盤，好，我就結果就去到一個西紅嘅。西紅嘅，後來因為我知道我會去到，就愛倆紅嘅白日以後就係當海站咧，係，好結果就唔係按用，咁我就知道其實用火去駕駛大家hand擺愛去，尤其係奧多擺，聽說愛行大條嘅路，我即係建議睇次架，假設嘅地方冇睇，係講係做啲行一道嘅地方，冇傾下去本嘅次架行，唔做啲廠家講嘅看嘅講點，一看嘅鏡頭，看架嘅方向係哪一片，按樣板從一片到幾片，有幾隻，譬如說幾個街區愛行那條路，次架訓練次架樣板行到幾片，嗱所以按你會進步，我最按用進步嘅啦。係哦，就看定 Google Map，唔講先冇傾嘅路線，冇傾路線，因為路線傾下去，做停定嘅路線，按你做冇辦法訓練嘅駕車嚟啊，你做開始看亞洲老幾片嘅相對例子，樣板過去，咁冇傾啊，按你用漳州嘅訓練啊，仲強咧！我朋友講我一個方法，我做啲搞太次架，就可以看個百貨公司嘅地圖，佢就較細較簡更多單，平面圖，平面嘅地圖。用嘅，沒錯啦，你要這個地圖，你要請偏手，用靠自家嘅方式去請偏手。直接按偏手都請唔到。做到一件事情，你覺得拿那矮不卡嘅格局圖，可以啊，偏手在開門行到偏手用埋。你阿冇卡係乜嘅？有3公頃按擺。唔係啦，真嘅百貨公司較簡單，就比台北嘅地圖較細啲嘅，我去嘅比較係用從較簡單嘅比數去訓練。啊，朋友講啊，假使按我還係冇進步，就唔是出門咧。難怪唔係看唔咩當叫冇出門，因為冇。但係就係來那邊錄音，你這樣嘅錢你下分得出來左片然後右片冇？你分得出來？你左片，嘅右嚇，嘅阿 V 都廿嘅右片係左片？右片。哦，左數右數，一個慢通做。好，謝謝。好上，太上工，有